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智慧心 （Wise Mind）。智慧心入面由兩個部分組成，包括有理智心同埋情緒心。情緒心係熱情嘅，重視感覺嘅，而當佢係情緒取向嘅時候，事實、理由同埋邏輯都係唔重要嘅。例如，當我哋打機打得好開心嘅時候，分分鐘會廢寢忘餐添。而相反，理智心就係好冷靜嘅、理性嘅，相對地係任務取向、價值觀同埋感覺，對於理智心嚟講都係唔重要嘅。例如，就算好唔開心，都會硬住頭皮溫書，因為要考好個試就係理智心重視嘅目標。而智慧心就係將情緒心同埋理智心達至一個平衡，同時睇重兩者嘅價值。舉個例子，例如當我哋考試嘅時候，如果淨係用情緒心，可能成日都會覺得好抗拒，因為溫書真係好辛苦，甚至會將大部分嘅時間攞咗去嚟拖延，到最後反而越拖越驚。但係相反，如果我哋純理智心，我哋可能會壓抑晒所有嘅情緒，甚至乎有時溫到攰，我哋都唔理，而逼迫自己不斷咁樣溫書，結果唔單單令到自己好攰，又唔開心，可能分分鐘呢亦都影響考試嘅臨場發揮。如果我哋喺準備考試嘅時候運用智慧心，我哋可能會提醒自己要跟住一個溫書時間表去溫習，唔好成日都拖延。等我哋唔好下下都跟晒情緒心去行，同一時間亦都容許自己攰嘅時候有一啲休息嘅時間，同埋放鬆嘅時刻，唔好下下淨係依賴理智心，令到我哋有可能出現過勞嘅情況。又試下另一個例子啊，你同同學一早做 project，但係佢完全唔做嘢喺度 free ride，而 deadline 又嚟緊啦。如果單純用智慧心，你可能會覺得好激氣，想即刻同佢嗌交，或者喺 IG 度係咁唱佢，甚至有啲人可能會想打佢添。而如果單純用理智心呢，我哋可能會選擇壓住所有嘅怒氣，甚至會話唔緊要，我一個人做晒啦，完全都唔顧及自己嘅感受，到最後自己可能好攰又唔開心。如果我哋用智慧心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冷靜落嚟，承認自己係有怒氣，照顧我哋嘅情緒心，同一時間睇下事實同埋目標 deadline 係點呢？仲有幾多時間？照顧我哋嘅理智心之後，你可能會同同學仔講：我而家有啲唔係好高興，因為你完全冇幫到手。不如我哋今晚一齊開會，分清楚邊個做啲乜嘢。咁樣嘅表達，同時照顧咗我哋嘅感受，即係情緒心，亦都可以解決問題，照顧我哋嘅理智心。咁所以大家記住，智慧心就係確保情緒心唔好去到極端，而理智心亦都唔好去到好冷血。學習運用智慧心，慢慢我哋就可以做到情理兼備啦。